台湾每年施打流感疫苗已经有几啊档，对民国108年全面使用4价的流感疫苗，达到更好的保护力。根据统计，对民国108年的10月到109年的9月，是所有人挂嘴暗、勤洗手的防疫，流感的病例确实有减少，不过还是有968个人重症，161个人死亡。因此，基于医学中心、家庭医学部的医师陈思瑜呼吁，长辈或者是抵抗力较弱的民众，还是要按照时程来施打流感疫苗。今年就是流感季节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去预约施打流感疫苗，这样才可以完整保护自己的呼吸道。新冠疫苗跟流感疫苗都要完整的施打，两者要间隔1周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尽快预约。我们流感比较担心的并发症是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，甚至需要到插管进入加护病房去做治疗，那会有一定的死亡率，甚至可能造成脑炎还有心包膜炎的症状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。目前公费的部分呢，有分9大类可以就是施打的民众，那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，都符合公费的疫苗的接种的资格。那希望大家就可以尽早的去预约。医师呼吁，为了减少重症甲病毒之间的交互作用，就算民众注过新冠肺炎的疫苗，上好嘛要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。只要符合公费的流感疫苗施打对象，上好还是要依照时程来施打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